哇，不容易啊！有钱人嘛，肯修行。你看，总经理呢，富商呢，不简单啊！学到下心、谦恭、谦卑，低心下气，低声下气，低心下气。低心就是谦卑的心啊，下心嘛。看没学到，递毛巾送茶水，还到东北牡丹江开荒了，还卖掉工厂，捐献给道场，不简单呢。到牡丹江开荒，后来和老前人是从哈尔滨那边，再到天津，再到上海，再坐船到基隆，再坐台铁到台南，先到林凤营看到地名林凤营很好，就下火车，然后展开杜仲，传道杜仲之旅。后来先在台南市的孔子庙北边那一条东西向的友爱街设立第一间佛堂，叫纯阳坛。后来民国80年代吧，高雄湖内乡道亲了，来复建成为兴义纯阳圣道院，里面有把那个旧的纯阳坛的那个母灯啊、两仪灯啊、文物啦，然后还摆放在那边。不简单啊！后来大陆沦陷了呢，被中共统治了，被抓去呢，他不怕死他认为说杀头枪毙告老还乡勇敢的担当一切，也不简单啊！就是剩老前人啊，被中共处决了。中共要抓那个盱眙贯道的，他就怕那个道亲集会啊，怕那个秘密的力量，要抓那个头，他本来可以逃走的，还是回到东北让中共处决的，他不怕死他认为杀头枪毙告老还乡，哎呀，真不简单啊！